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当欢喜快乐。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来到他施恩宝座前，同心敬拜。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关心教会圣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事工。石牌教会设教50周年，今日下午本会许牧师及代表前往祝贺。11月2日上午10点，本会许牧师、郑传道、苏娟慧长老及陈真真长老前往参加台北中会议会。圣诞糕开放订购咯，想订购的人请于11月14号之前到招待桌登记。11月27日晚上7点举行感恩见证会，即日起开始报名至11月14日截止，欢迎邀请福音朋友参加。12月19日举行圣礼典，请预受洗者向办公室报名。教会奉献方式新增定期定额扣款，详情请参阅招待桌上的表格与范例说明。台湾圣经公会将于年底出版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圣经，早鸟价到今天截止，请预购买的兄姐至教育馆1楼或办公室登记。今日下午1点，爱家团契邀请本会杨琪妹长老分享，欢迎大家踊跃参加。11月6日上午11点，加百列剧团邀请杨琪妹长老分享生活见证，欢迎大家踊跃参加。请持续为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代祷，愿上帝安慰与医治。我们一同攻读今天的金句2遍，在周报第1页的下方。弥迦书6章8节，请。书6章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6章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会众请起立，我们同心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宝座立定在天，你的权柄统管万有。求你帮助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世代，以信心定睛在你永恒的不变。求你赐下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因信仍有指望，救我们脱离恐惧与逃避，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陷入罪的辖制。主啊，开启我们的安静我们的心，得以聆听明白主对我们所说的教导，天天回转到主面前，恢复与主的亲密关系，使我们的信仰与生活能成为一体，不让我们只有敬虔外貌，却无敬虔实质。主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遍满全地。最后，我们以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上帝的圣所呢？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疑诡诈的人。他必要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圣洁之地。
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弟兄姐妹，我们当向耶和华唱新歌，颂赞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并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我们的真神。这是圣洁之地，神在这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这是圣洁之地，神在这里，这里宝座，在荣耀的敬拜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与主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救之恩，原是照父上帝的预知，借着圣灵得以成圣，以至于顺服我主耶稣基督，又蒙主的血所洒的人。而我们所敬拜的，就是三一的真神，创造、救赎、保守、护佑，这原是他的全能和工作。我们齐来宣扬。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
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死亡的督工，你在哪里？坟墓不能胜过复活的能力。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万心要跪拜，万口承认，耶稣基督世界的主。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永远的神君王。我敬拜，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全能的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所定的时刻，让我们能够到主面前来。是的，主耶稣，你是超乎万民之上的，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开口承认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间所成就的救恩。这个时刻，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深层，与天父上帝亲近敬拜中间。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大家请坐。非常感谢上帝在他所预备的时刻，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特别我们今天开始敬拜，我们要介绍一下，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到我们中间严大国教授他在南部一个学校校长，还有他的太太曹玲芬姐妹来挥挥手，谢谢哈。我们还记得2006年的时候玲芬姐妹的爸爸妈妈在这个地方一起领受洗礼不过
妈妈在前天我们已经举行告别礼拜回天家了，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孩子能够今天一起来敬拜还有其他的新朋友吗？来过的我就不再介绍喽。有第一次来的吗？我们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敬拜上帝。每一年的10月底宗教改革纪念日，我们教会都有培灵会今年我们特别请台湾神学院赖洪专教授从先知的角色旧约先知的角色跟我们分享，所以礼拜5、礼拜6有2场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领受。今天延续这样的一个培灵会。那今天我们也安排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所以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台湾神学院的一些简单的事工，让我们了解。等一下赖洪专老师他也会做一些分享。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中有深刻的领受，所以要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请师哲执事带领我们来读上帝的话语，在弥迦书6章1到8节。当听耶和华说的话，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见你的声音。山岭要听耶和华的指控；大地永久的根基要听。因耶和华控告他的百姓，与以色列争辩。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回答我吧。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我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带领。我的百姓当纪念从前摩押王巴勒如何筹算，比尔的儿子巴兰如何回应他。当纪念从什亭到吉甲所发生的事，好使你们明白耶和华公义的作为。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难道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来朝见他吗？耶和华岂喜悦千的公羊，或是万的油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过犯献我的长子，为自己的罪恶献我所亲生的吗？世人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今天赖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回到立约的起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受到教会的邀请，在礼拜5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有3天的时间，一起来透过旧约先知的信息来思想宗教改革它带给我们的意义跟挑战是什么。那在今天我会将这样子的一个培灵在最后我们这个第3天的礼拜当中，我们会用一段的经文，弥迦书6章1到8节来分享。那也很感谢教会让我有机会来代表台湾神学院蔡慈伦院长和全体的师生来向大家请安。特别感谢士林教会一直都很支持台湾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也透过提供教室，让神学教育能够更加的普及，帮助对信仰、对于真理有渴慕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主赐下话语，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更感动我们的心，使说的与听的都得着益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邀请大家能够观看目前关于台湾神学院近况的影片请我们的同工来播放。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能力爆棚，变得更近，真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
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互阮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礼伫开课礼拜2中间，阮用特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调。立案了后，台新致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性教育得到更加侪认同，相信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加侪的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是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工礼拜迄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相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新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新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今年的疫情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用网络来进行的时，伊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性，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新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新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邀请立位兄弟继续用祈祷奉献来支持台湾新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付互阮的使命。请各位会当继续为着新学院的老师，会当伫为着神学院的老师，能够在我们所行的、所教的上面来引导学生，为着神学院能够培养学生的宣教跟服事的心智来祷告，也为着神学院能够好好的来栽培未来上帝国的侍奉者，无论是传道者、灵性的咨商师，或者是教会音乐的侍奉者。因为新冠的疫情，今年就好像刚刚校长所说的，今年的经费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仍然希望坚持继续的神学教育，并且也希望改建女生的宿舍，帮助女生的这些的学生，他们能够在好的环境当中学习。请大家继续的在感动当中来关心代祷和奉献。今天是普世的宗教改革纪念日，全世界的基督教的教会在这一天纪念马丁路德
在1517年10月31日，他将95条的论纲钉在威登堡众圣徒教堂的门口，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当时的罗马天主教会贩卖赎罪券，宣称人民透过赎罪券才能够得着救赎。但是宗教改革在研读圣经当中重新发现上帝的话，也重新发现唯有上帝的恩典使人得救。这种出自于对上帝恩典作为的感恩，释放教会的活力去关怀人民的需要，也强调万民皆祭司，使信徒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上帝的呼召，所以让基督教的信仰落实在人间。这样子宝贵的遗产，是我们应当纪念、应当传承，而且更应该活出来的。而这样子的精神，其实正呼应了旧约先知的精神。今天我们一起攻读的弥迦书6章1到8节，可以说是整个旧约先知信息的精髓。我们今天要从弥迦先知在第6章经文当中的宣讲，来再次的找到教会更新的力量。弥迦先知受呼召宣讲信息的时候，是在公元前8世纪的下半叶。他受上帝的差遣，特别针对南国犹大宣讲信息。在那个时候，国家先后是由约坦王、亚哈斯王、希西家王掌权，在内外都受到了很大的风雨飘摇。弥迦书的内容透露出当时的犹大在国际政治上面临亚述帝国的入侵，而在内政上，官长贪婪，不秉公行义，侵夺穷人的田地。在弥迦书的第3章，先知讽刺说，犹大国的领袖恶善好恶，剥百姓身上的皮，甚至说这些的领袖以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被赋予执行公义和公平任务的领袖，竟然完全不知道公平是什么。弥迦先知为着公平公义的不彰，还有贫穷百姓的受苦，感到非常的痛心。先知看穿繁荣平安的假象，指出即将到来的审判和灾难。他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离当初上帝设立的目标很远。这个国家还能够回到昔日上帝与他们立约的精神吗？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6章当中，先知代表耶和华上帝向犹大百姓进行学者所谓的圣约的论辩，进行所谓的上帝跟百姓的约，根据此来进行的一种的论辩。这就好像一场法庭的诉讼，只是所根据的不是巨细靡遗的法庭条文，而是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历史。如同宗教改革这些的先贤所强调的，要回到信仰最初的根源，弥迦先知他也呼唤百姓回到他们与上帝立约的起初，回想上帝原初拯救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经验，去思考这个团体在哪里偏离了上帝带领的道路。今天的教会，我们常常需要回想上帝当初拣选我们成为教会的意义，需要问自己，我们是否在哪里走错了方向？我们真的有活出你当初呼召我们时所赋予的使命吗？在这场圣约的诉讼当中，弥迦先知代表上帝来控告百姓。经文说，耶和华控告他的百姓与以色列争辩，控诉者是上帝，被告者是犹大百姓，有山岭和冈岭作为见证人。
在以色列的宗教传统当中，当上帝与百姓立约的时候，天和地、山岭和冈岭都是见证人，见证上帝与百姓的立约。所以当百姓违背约的时候，他们是无可推诿的。不过非常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注意经文第3节到第5节的内容，会发现原来是百姓先控告上帝。百姓在第3节怎么指控上帝呢？他们说上帝苦待了他们，并且使他们厌烦。这个厌烦有使人担重担的意思。百姓认为上帝给他们的重担是什么？从上下文来看，百姓以为上帝要求他们不断的献祭，以为上帝是一位要求很多、给人重担的上帝。但这是很大的误解。上帝怎么回应呢？上帝回头控告百姓误解了上帝与他们立约的真实的意涵。他要百姓回顾当初他拯救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最后进入应许之地的经验。这是一段充满救恩作为的历史。第4节讲到，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家，并且设立摩西、亚伦、米利暗做领袖，带领前行。第5节要百姓纪念先祖当初经过摩押的时候，上帝使巴兰先知的咒诅变为祝福的奇妙作为。而且从什亭到吉甲，百姓在这段路程艰难当中经历上帝的同在。米迦说，如果你们想清楚的话，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上帝公义的作为。其实在这里，经文所指的公义更有救恩的意涵。所以可以说，你们要想，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拯救跟救恩明显的记号。百姓应当知道，上帝的性情是乐于施恩的，乐于拯救的。不过百姓接下来就继续的提问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上帝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许多学者询问，认为6到8节所要代表的这个形式，其实是一种百姓进圣殿的时候要进行的礼仪。在圣殿的门口，百姓问一件事情：如果我要朝见上帝，为自己赎罪，我应当献上什么？难道要献上1000万头的宰杀的公牛、公羊，流出脂油，好像一条河一样，上帝才会悦纳吗？难道为着自己的过犯得罪上帝，应当献上长子为祭吗？在那个时候的犹大国，有一种非常浮夸的献祭风气，认为献得越多，献得越昂贵，越有赎罪的功效，甚至强调要献长子，完全忘了赦罪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这样子的赎罪心态，有没有可能也出现在今日呢？我们到教会敬拜，是否就是为了求心安？认为敬拜的越投入，奉献的越多，上帝的赦免与恩典就会越多。但是出了教会大门，仍然我行我素，生命完全没有改变了。而在第8节，上帝就透过弥迦回应了人民的提问，把上帝对于立约百姓的要求做了非常清楚有力的回答。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一节经文值得我们仔细的思想。首先，行公义、好怜悯，表达的是一种在圣约当中的互相扶持、同舟共济。
英文说 covenant solidarity。公义代表以行动实践律法中的要求所期待的群体的和谐。有位学者提到，公义它就是用和平的行动、公正的法庭的判决、群体的和好来建立公义的秩序。这样子的公义能够重建群体，消除群体中的压迫与不公平。譬如说，去扶助那些不懂得法律的保障的人，使敌对的、疏远的双方和好，或者以公正的行动使伤痕得到医治。至于怜悯这个字，它的原文所表达的是一种对于盟约伙伴的坚定不变的爱与忠诚，对于盟约伙伴一种坚定不变的爱与忠诚。也就是说，在盟约中较强的伙伴能够自由地为着有需要并且比较软弱的伙伴来提供拯救和保护的责任。在旧约中，这种坚定不变的慈爱主要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他主动与弱小的以色列百姓立约，他扶助并且拯救以色列民。甚至当以色列民犯罪背约而不配得这种慈爱的时候，上帝仍然继续的施恩怜悯。因此，上帝也要求他的子民反映立约子民的性情，展现坚定不变的慈爱，采取行动照顾最弱小的百姓。所以，世人啊，耶和华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要以色列百姓回应上帝的救恩，并具体表现在行公义、好怜悯之上。那么，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这是上帝所要求的第三件事吗？其实，这个要求并不跟前面的两个要求分开，而是跟前面两个要求紧密结合的一种根本态度。如果行公义、好怜悯是维系着群体的横向的连结，那么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那是维系百姓跟上帝之间的这种直向的垂直的关系。只有与上帝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学者告诉我们，存谦卑的心，原来的意思不只是表达谦卑，更强调谨慎、用智慧行事的特质。当我们要与上帝同行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谨慎的用智慧来察觉上帝的心意与作为呢？如果我们每天希望在群体当中行公义、好怜悯，我们怎么能够不慎思明辨，去祷告、去寻求上帝在出埃及当中的恩典与拯救的作为呢？当我们来到教会朝见耶和华，当献上什么呢？弥迦先知提醒我们，或许上帝不要我们献上什么东西，而是要我们全人跟随他。先知呼唤我们用生命与上帝同行，以公义的行动和怜悯去建造群体，去爱这个土地上最受忽略、最弱小的成员，无论是在教会内或教会外。在这里，我想要跟各位分享谢伟医师的故事。谢伟医师，我相信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听过他的名字。他的伟是经纬的纬，他是牧师，也是医师，是南投人。年轻的时候，他去读台南神学院，毕业后，因为日本统治时期的压迫，他到日本去学医。
他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死里逃生的经历，让他决定从此以后他的生命属于上帝，他也永远不再逃避任何一项挑战。当他回到台湾的时候，遇到当时台湾神学院院长孙雅各牧师的夫人，也是芥菜总会的创办人孙理莲宣教师。孙理莲他非常积极关心原住民同胞当中患重病的人，设立了山地的诊所。孙理莲就对谢伟说，这个是直接引用谢伟所说的他自己写了一段文章，他说孙理莲这样跟他讲，谢医师，这些穷苦的人们需要你，我们有一个巡回的诊所，我们要向这些人来传讲主的事迹，我们也为了他的缘故包扎他们的伤口。谢伟他没有逃避这样子的呼声，他就随着孙理莲的团队上山，他晚上在野地过夜，白天在这个义诊的诊所去医治那些受伤需要的人。之后，孙理莲鼓励他去美国再进修外科手术。在4年后，谢伟回到台湾。之后，台南北门地区流行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事情，就是流行所谓的乌脚病。有许多的人因为当地的饮水问题，脚跟腿都坏死了，非常痛苦，需要锯掉。孙理莲就再度的邀请谢伟每周去北门义诊，每次一趟从南投到台南北门需要跋涉150公里，谢伟他每周都去，前后总共为着940位的患者动手术。谢伟在南投虽然有自己的医院，但是他常常奔波照顾这些所谓的义诊诊所的病人，其中有许多是急诊的，但是他也在所不辞。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伟主加罪功郎。”虽然谢伟英年早逝，但他是用生命来阐释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也提醒今天的教会，要回应上帝拯救的恩典，就应该落实在对群体中最弱小的人的照顾上。请大家能够继续为台湾神学院祷告，希望神学院的神学教育能够效法孙理莲宣教师、谢伟牧师美好的榜样，培养与上帝同行，具体活出行公义、好怜悯特质的牧者。各位弟兄姐妹，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笼罩下，在消费主义的蔓延、人心冷漠的时代，我们如何仍然实践对邻舍的爱？前几个礼拜，高雄的城中城社区大火，让我们才警觉到说，原来在台湾的大都市的中心、偏远的受忽略的角落，有一些人他们住的环境是如此的糟糕。如果我们教会所在的社区位于城中城这个大楼的旁边，上帝会怎么呼唤我们服侍其中的居民？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忘记教会乃是上帝所呼召的圣约群体，回到立约的起初，回应上帝拯救的爱。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以恩典的作为带领百姓前行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仍是罪人的时候就拯救我们，使我们能经历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谨记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无非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活出立约子民的样式。求主帮助你所设立的士林教会，在士林地区有智慧的与你同行，显明你的爱。求主也纪念你所设立的神学院，使神学教育能够培养出追求公义又有怜悯心肠的传道者。愿你的名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阿们。弟兄姐妹，邀请你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因为耶和华已指示我们何为善，他向我们所要的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而回到与神立约的起初，我们最好的信仰表达就是信靠顺服，并按此原则爱我们的邻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当我不明白事情的由来，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生命在于你，万事皆属你。信心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甘愿谦卑顺服。我相信你的应许，依靠你的恩典，我甘愿谦卑顺服。会众请坐，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奉献后，请赖牧师祝祷。你的恩典每天够我用，总有困难也不会逃避。有你与我一起，我还惧怕什么？赐我勇气去改变自己。哦，耶稣，耶稣。耶稣，我献一生皆因最爱是你，为了你，我愿将一切抛弃。耶稣，为要得着你，哦，耶稣，耶稣，耶稣。请起立。我献一生皆
你，我一生最爱是你。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我们将金钱奉献在你的面前，但我们更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于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当初跟我们立约的时候的样式，使我们能够忠心的侍奉，用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的这样子的心，来每天与你来侍奉你所爱的百姓。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会众请坐。今日的礼拜在殿乐后结束，祝福大家平安喜乐。高举我的双手，圣灵来充满我，更深地渴求主，认识你更多。进入水深之处，我心炽热燃烧，是为爱你倾倒一切，敬拜你。带我进入更深之处，带我进入你心意深处，带我走向更高之处，完全